新竹县五美湖顶个月发生有人生 SUP 徛船刷渡水死亡意外，管理单位宣布禁止水上活动，却引起台湾开放水域联盟的不满，因是批评讲要针对问题找出方法，不是全面禁止。徛在 SUP 顶悬划水域解严，顶个月新竹五美湖发生过船渡水死亡的意外，相关单位宣布要封闭五美湖水域，禁止水上活动，引起民间团体不满。县政府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认证，没有任何科学的管理，来就禁止，因为有一个人的意外，说这是违约水域。这完全是我们的管理单位怠忽职守。既然说是申请制，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假门，就是明明有申请制，但是就是不让你过。相关单位解说，并无全面禁止，是采用申请制度，只要通过申请符合安全措施就会核准。峨眉湖这一边，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全面禁止这个法令，我们一直都是说是经过申请开放。当我们审核相关的一个使用的水域范围跟安全措施后，我们就会来核准了。五美湖的管理单位龙田水利署表示，五美湖面积有135公顷，水上活动有一定性的危险，目前已经设置水域危险告示牌提醒，所来来检讨相关规定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